幾歲嗰陣時開始咧，突然之間失眠，每一晚都係瞓唔着，大概4至5個月咧就開始有一個明顯啲嘅改善，跟住1到6個月嘅時候咧就開始越明顯越嚟越好啦。而家就因為已經差唔多1年啦，而家就其實明顯好咗好多。以前就係瞓覺最差嘅，可能每一晚都瞓唔到，而家基本上每一晚都係可以穩定瞓得到嘅。因為其實好多人就以為可能越後生就未必會有失眠嘅問題，或者係需要咁嚴重去到食一啲精神科啊、安眠藥。網上揾到你哋嘅，所以就想過嚟試一試，因為見到你哋比較專注喺失眠嘅問題。我記得係最大嘅問題係我嘅肝臟，肝臟有一啲環境嘅毒素，我覺得係比較好嘅。點解？因為好少有一啲營養中心會有一個詳細嘅報告同埋解毒，而啲病人或者見啲人食supplement之前會做一個完整嘅檢測，跟住報告再分析，因為每個人嗰個問題都有啲唔同。